了今生，你是主宰之尊之贵，万国拢是你的。第三站。主你所造世界万众，拢总流出香，归落地主面前行好，愿跟上帝生命。是伟大奇妙尊贵，成就最佳一切。你点天顶永远作为，只有你是上帝。可以吗？再手一下，胖呐，我知道。我在家有念会，而且我自己还是唱歌。对，我在家唱胖的。还是我们先，还有第9。嘿，好，来，第9就比较简单。好，好，那慧谦，请我们来第9。这首较熟啊，有啦，好来，开始。万物三角自情欢喜。上帝这下人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角万民，我来天边。愿跟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提早摇台，对，第二节再走一下可以吗？好，我们再走第2节。第2节。日头出现大光我天，日落月出来照暗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定亲亲隆重欢喜。小也袂当生气，我来天边愿跟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回头来唱46好了。481、469，我把46放中间，练久一点。481后第9。嘿，不469，9是小会。嘿，46中间放。后会间我们再来46再练一下好了。唱3节啊，连着唱。先祖美在烈火眼底，一
我不会错过，一套街舞不变别经历，最鲜红比斑龙，经历别对的别火星，当为旁归回，公也要别个对天顶，但插进泪下回。第二站，人那对做教会强强，拯救家己君王。主言讲无故未出现，地地就江难断。求主眼光先破人类，修剪最后今生。你是主宰其中之贵，万国拢是你的。第三站，主你所世界万族，隆中我乐出响，为了地主面前红红，愿更兄弟性命。你是伟大的妙尊贵，成就最佳一切。你的地点愿万丈位，你无力心兄弟。可以吗？谢谢慧谦。这麦克风有听到声音吗？这已经换过了，没有关系。喂，有啦。喂喂喂，喂喂喂喂，已经换过了，没关系。大声唱。好像都没有。喂，可以让我试一下。喂123，可以再大声一点吗？123。牧师娘，现在哇哦，好，没有，我在试麦克风，好，这样声音可以吗？听得清楚吗？谢谢。
来测试，1、2。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是咱抬杠节的第3主日，咱今日这个要点3支蜡烛。今日代表的是喜乐，因为耶稣的降生是带来喜乐，所以做基督徒真特别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就是咱无管是顺境或者是逆境，咱拢会当喜乐。吼，今日嘛是主日学献诗，这个囡仔总是带来欢喜。吼，这是咱要开始咱的礼拜，请咱三个来祈祷。听他上帝，阮感谢你，你赏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阮，互阮有愿望，互阮在任何的所在、任何的时机，阮拢会当喜乐。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也将这个喜乐分予阮身躯边有需要的兄弟姊妹，阮的厝边、阮的朋友，阮所拄到的每一个人。主啊，在这抬杠的节期的中间，求你帮助阮，搁再一摆来思考阮家己的信仰，互阮在礼拜的中间，我会当感受到阮甲你的三结连。恳求你带领阮行人生的路站，逐时阵做你美好的工。求你帮助带领，在路途中的这兄弟有平安，也帮助阮今日所有服侍兄弟姊妹，得到主你的快乐，成就美好的器具。祈祷奉主所求圣名求，阿们。大家平安，真欢喜，咱阁会当伫今早起坐遮做伙来组织敬拜上帝。咱礼拜进前，咱即摆要来先练诗，请献开圣诗481首。481首是咱即个月的月圣诗吼，应该嘛较熟啊。咱对第1节开始，咱有基督的稳定得到福利，基督稳定组织合一，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福利，基督稳定组织合一，多一上帝，多一个主，当一个心，当一个听，对一个信心，领受当以色列，所属主名，建连一体。好，各对头。咱着基督的稳定得到福利，基督稳定组织合一，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福利，基督稳定组织合一，多一上帝，多一个主，同一个心，同一个听，对一个信心，领受同以色列，我属主名，建连一体。好，咱即摆献开圣诗46首。这首歌46首是毋捌唱过，嘛较无好唱。内面的歌词嘛无足好念的。
咱先对歌词来念。第一节来，圣主要载临无言池，伊脚步袂错误，伊头前有公平正义，做先锋避半路。真理要对地面发声，逐位拍黄开花。公义也要搁对天顶，监察人类社会。第一节的头一下上尾一句，这叫做逐位拍黄开花。好，咱即摆搁来念第二节。来，咱若对主行为敬虔，拯救甲伊共我。主阳光无久要出现，伫地上甲咱大。求主用权审判人类，修正罪恶今世。你是主宰，至尊至贵，万国拢是你的。第三节，咱嘛搁来念一遍。主，你所造世界万族，拢总学落出声，跪落伫主面前降服，荣光上帝圣名。你是伟大、奇妙、尊贵，圣手做成一切。你踮天顶，永远座位，只有你是上帝。不要紧吼，因为卡无好唱，咱豆豆唱。来，第一节。上主要载临无言池，伊脚步袂错误，伊头前有公平正义，做先锋避半路。第一节唱较熟的吼，来第一节。圣主要载临无言池，伊脚步袂错误，伊头前有公平正义，做先锋避半路。对地面发声，各位旁开会，公义也要搁对天顶，监察人类社会。好，咱第二节来唱看卖。人若对主行为敬虔，拯救甲伊君王，主阳光无久要出现，伫地上甲咱大。主阳光审判人类，修正罪恶今世。你是主宰，至尊至贵，万国拢是你的。第三节。主你
世界万族，隆中我乐最笑。为乐的周年前行后，愿跟上帝相了。你是伟大的了尊贵，相求最佳的菜。你点天点眼万造为，只有你是上帝。这条歌真诶较无好唱，不要紧。等咱若唱较熟诶时，会愈唱愈好听。好，咱即摆过来献开圣诗第9首。这首大家嘛共款做熟诶吼，来，请苏琴，谢谢。主之欢喜，哦，老兄弟这下饮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兄弟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下万万里。兄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咱过来一摆第一节，较细声唱，咱就进入咱的礼拜。主欢喜，哦，老兄弟这下饮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兄弟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角万里。兄弟，愿跟兄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因为摇花大大欢喜，我的心神因为我的上帝就快乐，因为伊用拯救做衫甲我穿，用公义做袍甲我满，亲像新囝婿滴水帽，搁亲像新娘装塔保密。请来念圣诗，我的上帝，圣诗第481首。圣诗481首，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自集合一，独一上帝，独一的主，共一个神，共一个听，对一个圣神领受同一个洗礼，咱属主民主结连一体。请咱起立来念全首。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自集合一。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自集合一。独一上帝，独一的主，同一个神，同一个听，一个信心。请坐。这是咱用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伫酒杯第7面嘛有吼，也是咱的银幕嘛有。新的改变，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改变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咱来启用圣诗后面。1007面，启用文第7，4面19篇，现在咱三甲来启用。天宣布上帝的荣耀，即日对迄日讲话，无言无语，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搭布边，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对天的这边出来，射到迄边。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着纯真，永远无改变。比金比真侪纯金较对重。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伊袂故意犯罪。
我就诚做无通指责的人。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好，请过来吟圣诗第9首。圣诗第9首。万有三甲自极欢喜。万有三甲自极欢喜。阿罗上帝齐声吟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甲万民。阿罗天父延光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来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咱请主席小朋友来献诗。耶稣永远掌权。
咱三个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搁一届带领阮伫寒冷的清早，互阮有勇健的身躯，甲热切的心志，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今仔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阮用欢喜快乐的心备办。听候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也感谢你一年来的保守。希望外面的疫情还阁无消散，阮依然安稳徛在，这拢是你的恩典。阮有伫安尼要感谢你，天父上帝，阮阁一摆谦卑伫你面前，是要为着阮过去做的时阵。自私贪婪，无够野听心，骄傲来认罪。求你赦免阮，用你的宝血搁一届来洗清阮的罪。这时阵，阮特别为着武汉肺炎伫全世界还阁不断的扩散，造成侪人的恐慌惊吓。阮恳求你彰显你的大能，踢掉疫情的破口，互疫情会当得到控制，互阮会通过恢复早日平静安稳的生活。因为上帝，我也要恳求你洁净这块土地，因为侪侪受到偶像崇拜的污染。求你怜悯，求你怜悯这个土地生活的所有的百姓，也阮的执政官员有智慧、行公义、好人民来治理阮的国家。阮也要为着过来拜六12月18，有4项公投来祈祷。阮知，这对阮台湾无论经济、各项产业、能源的转型、国家长期发展，拢有真重要的关系。恳求你赏赐阮每一个百姓有聪明智慧，做正确的判断，无台湾受到伤害。阮也为着圣诞节庆祝活动的筹备会顺利来感谢你，也恳求你，互阮所有的付出、表演。所要献出的，拢会通将安尼，将你的诞生的好消息来分享，互每一人知影。天气愈来愈寒冷，变化真济，恳求你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有健康的身躯。这是阮来为着受你敬调，阮的兄弟林继成长老，伊到伫你遐。总是恳求你啊，安慰遗族，煞接因要准备的个别礼拜顶的工作，也通顺利，通荣光你的名。我来为着面听久久的兄弟来祈祷，求你怜悯医治，心神软弱的，求你用你的大能的圣手扶持因。我来将今日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求你感纳赐福。安尼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
接下来读上帝话，圣经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3章第7节到18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3章第7节到18节。现在我来读。做一人出来要受约翰的洗，伊就对因讲：毒蛇的蕊啊，治水啊，只是恁闪避将来的受气啊，所以恁就结迄落合伫反悔的果子，无伫家己拍算。有话要来喊做阮的爸，因为我甲恁讲，上帝会对这石头出子孙，互阿伯拉罕。但捕头已经下伫树头，见若无结好果子的，就错伊迄伫火。第10节，众人问伊讲：安尼，阮着怎样做？伊因讲：有2领3个，着分互无的；有物通食的，也着安尼；抽象的也来要受洗。对伊讲：先生啊，阮着怎样做？伊对因讲：定得的向以外，无得加体。兵丁也问伊讲：阮也阮要怎样做？伊对因讲：无得绿色人，无得歪人，着掠恁所得到的粮做教业。必是咧仰望的时，众人心内咧议论。约翰检采是基督。约翰因众人讲：我用水甲恁惊洗咧，独独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要来，就若偷伊的下带，我也袂堪得。伊要用圣神的火甲恁洗。伊的手提簸箕，要将伊迄场一斤簸收买入仓，若是卖香，就用卖花的火烧伊。约翰另外用侪项苦劝来传福音互百姓。以上，这是要来讲道是咱的新学生黄文如同学，伊是讲来者好人，来是啥人？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会当奉伊的名组织，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敬拜你，称赞你，你满有恩典甲怜悯，你赐落你的话语伫阮的中间，求信心引带。拍开阮的目睭，阮的耳孔，阮的心，互阮伫遮甲你长头对面，互讲的甲听的拢同受利益。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近我伫教会主日学咧学习。老师呢，最近有交代小朋友讲，因为圣诞节的缘故，所以大家着爱准备礼物送互耶稣。看到大家囡仔因所准备的物件，我心内感觉哇，真厉害，因真有创造力。我嘛感觉真好，因为自因细汉的时，因着知影讲爱为着耶稣即个救主来备办伊的载人。咱教会外口嘛有真侪布置，去引外口的人来好奇，来教会外口翕相。教会若亲像变成做一个完美的景点。教会内面嘛有真侪兄弟姊妹，同工拢咧准备圣诞节足侪活动。毋过圣诞节敢真正干若是纪念耶稣道成肉体来到咱的中间。好亲像是一个过去已经发生的代志，咱安尼来家纪念咱尔吗？
足久以前，伫一个看做是了无生机的旷野内面，有一条美丽的河，叫做约旦河。河岸边生真侪寒芒草，迄寒芒花也开的时，一片安尼白苍苍，若像雪共款。地风安尼摇来摇去，真 romantic。毋过迄天咧，迄阵咧有真侪人踮遐咧聚集，因毋是要去遐翕相打卡，嘛毋是要去欣赏这个寒芒草，因是来听一位叫做约翰的人讲话。伊的身就穿绿豆门的衫，腰下披带，伊食蝗虫甲野蜜。亲像是一个社会内面上低赞的人，用咱即摆话来讲，即个约翰就好亲像是一个解药。大多数的人，若是看到解药，可能会走较边仔的；有的人可能会家款待。毋过，根本无人会对足远的所在走来听一个解药讲话，何况？即个解药，伊一出口就讲大家无爱听的话、骂人的话、定罪的话。伊讲：恁遮的毒蛇啊，上帝审判要来啊！恁敢会当闪避吗？各位兄弟姊妹，莫讲一个解药讲即款话，若是一个牧师徛咧台仔顶对大家讲恁遮个毒蛇啊，安尼坐咧台骹的逐个人，敢记载会牢？大家应该拢走了啊，嘛无想要来教会啊。毋过，遮个人毋若无走，因阁伫遮下客，要领受即位解药约翰的洗礼。安尼，来到遮个人是啥人？来者何人？对约翰讲的话，咱会当知影，即群来到约旦河边的人是犹太人，因为约翰讲：恁莫掠做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会当闪避上帝的审判。迄当时的犹太人认为误会甲无清气是外邦人的特性，是外邦人的特性，所以伫审判的时阵，上帝会严格来审判外邦人。啊，犹太人的祖先是亚伯拉罕啊，安尼就套动啊，是安尼讲？因为上帝甲亚伯拉罕捌立约，伊是上帝嘛，即马呢，较早吼。这亚伯拉罕啊，当上帝甲伊讲，伊要去毁灭即个做真侪歹事的索多玛甲蛾摩拉的时，这亚伯拉罕竟然阁甲上帝讲价。伊讲，若即个城有50个人，你着莫甲伊毁灭。上帝甲伊答应，伊就安尼一直咧甲上帝讲啊，40个人、30个人、20个人，到落尾剩10个异人。上帝嘛答应伊，无毁灭即个城。所以犹太人就靠势想讲，阮的祖先甲上帝是嘛即马，所以咧，就算讲阮遮个人无一块好，上帝嘛一定会看伫亚伯拉罕伊的民族上从轻发落。毋过约翰甲因警告，因无法度因为家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会当躲闪上帝的审判。因毋免好亲像免对上帝来交涉共款。约翰中间，才因为无法度，所以来行歹的人，因愿意悔改。所以因问约翰讲：阮要安怎做，才会当放杀遮个罪？约翰互因的毋是伫天顶飞一寡建议，伊甲因讲，毋是干那爱反悔尔，是爱改，爱改变。伊对一般的百姓来讲，爱分享，爱怜悯。对税吏甲因讲，恁毋通加摕别人的钱，着摕恁要交互政府的钱就好啊。伊嘛甲遮个比赛的兵讲，恁毋通抢夺别人的米，食米有够就好啊。爱知影，爱知足。因为约翰讲遮个话。伊互行歹人拢有反悔，阁有改变，社会好亲像愈来愈好啊！阁有真侪人咧跟对伊。
加上因遮个人实在真期待一个拯救者的来临，所以就认为约翰应该是弥赛亚。毋过约翰讲，我是用水甲恁行洗礼，但是搁来要有一个能力比我搁较大的要来，我就是家己绑下大嘛不配。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礼。伫咧原文的内面，圣神甲风、圣灵跟风是共一个字，所以圣神甲火是咧讲风甲火。即两个功用拢是要来审判的，就是回应第9节的经文讲，既然毋过好果子的树仔就会斩落来，等伫火里。搁有第17节所讲的，要用粪机，要甲遮个麦仔收伫仓库内面，遐个坑咧会去互风吹去，所以遮个无路用的坑，搁会去互火烧去。就是无路用的坑，互风吹去啊，有路用的遮个米、遮个谷物就流落来啊。无路用的坑，搁会去互火烧甲，就是烧了了啊。就若像迄款粉尘爆炸，亲像咱较早知影迄个八仙尘爆迄款的代志会发生。这代表咧，就是烧甲清气，嘛代表即个审判会真彻底。所以约翰讲即句，我是用水，但是咱毋若爱火，搁爱改；毋若爱反火，搁爱改。今日文伫基督教要义内面有讲，伊讲咱即马生活的准则，应该着爱用总末，就是煞尾的即个愿望掠做准则。上帝出伫伊家己的疼，甲万物赏赐互咱，毋若是因为要互咱得到利益。上帝将一切交托互咱，是因为咱有一天要为着这个代志，向上帝来交效。无论伫文山教会内面，咱是第6代、第7代的基督徒，也是第3代、第4代的基督徒，咱常常拢咧怀念咱的信仰前辈因所留落来美好的见证。毋过，到要算数迄天，咱毋是咧团购，讲啊，咱甲咱的信仰前辈逐个做伙来算数、来结账安尼好啊？毋是的，是咱每一个人拢爱单独徛伫上帝审判台面前面对主。伫上帝面前，咱毋是干那交代。我即世人是安怎过生活的，乃是伫咱的一生中间，咱的时间内面，咱是安怎使用伊的？因为上帝伊吩咐咱的一生拢爱对着伊的呼召，仰望伊的呼召。也就是讲，上帝呼召咱每一个人的性命，伫无共款的所在工作，有无共款的职业。有无共款的身份？虽然咱就是伫即个真歹改变的即个社会组织中间，伫即个组织要生存真无容易。毋过伫上帝呼召内面，咱毋是干那看到咱家己用咱家己的方法，伫即个黑暗的世代中间要安怎来生存，而且生存无容易，嘛无法度成做咱毋结果子的借口。毋过，咱是安那真容易会当有即款的借口。真简单来讲，就是因为咱的眼光敢若看伫即马，无看到未来，无看到迄个永远。我用一个真简单的例来讲，这例毋是在讲一个，毋是一个永远的例，希望伊毋是永远的例。总是我感觉这会当诚做咱真好理解的代志。最近台湾的疫情，阁有一寡变动，有实验室内面的研究员伊得到 COVID-19。世界内面即个新的病毒 Omicron， 即礼拜嘛昨仔嘛入来台湾啊。其实伫咧即段时间内面，
政府咧呼吁大家讲大家爱紧注射哦，爱紧注意防射哦，因为安尼咱才会当减少什物14+7即款的隔离方案。毋过，逐个人拢感觉即马台湾零确诊，逐工拢加零，免注射袂要紧，这副作用真恐怖，可能佫会死，所以逐个拢无要注射。所以政府用一个方法，讲恁逐个即马若来去注射，就会当分一个礼券，一个人100箍，还是200箍。结果咧，真侪人开始去注射，对无？就是安尼。这就是眼光放伫即马。毋过伫咧30几工进前，伫即个30几工的中间，真侪医生、真侪医护人员，因拢咧呼吁讲，毋通看即摆安尼，奥密克戎要入来啊！2礼拜进前就开始讲啊，奥密克戎已经开始啊，要入来啊，大家爱注意。嘛甲大家讲，恁着爱甲喙暗挂好，着算讲即个时阵无啥物新的。台湾无啥物疫情新的进展，也是外国嘛无啥物新的研究，总是伫即个内面，遮医生、护士，也是指挥中心拢一直咧讲，恁爱准备、爱注意，因为即个疫情有可能会入来啊。毋过大家拢无咧听，直到要分礼券的时，大家拢去注射，这就是无甲眼光放伫未来的代志顶面。放伫现在的代志顶面，这是真趣味的一个现象。咱搁倒转来看，咱的信仰，若是注目伫咱即马的生活，咱就会当干那看到哇，我伫即个社会生存，偌尼啊无简单，所以我才做遮个歹的代志。上帝你赦免啦，你嘛知我的痛苦啦。干那安尼啦尔，是安那？咱无去注意以后要发生的代志，因为咱逐工拢咧注意现在发生的代志。咱若是逐工拢亲近上帝，拢读圣经，拢祈祷，毋若是一个礼拜7工，干那1工来教会做礼拜。听上帝话语，读一个简单的圣经，唱几首圣诗，搁倒转去咱的厝。咱可能一礼拜就来，若像来洗脑一届，讲可能有啥物代志要发生啊。毋过一礼拜1工，1/7的时间，无法度会当支持咱，甲咱的目睭、咱的眼光放伫未来永远的代志。那是咱真容易着放伫咱即马生活的困境中间，所以咱要互即个歹、即个无容易、无搁诚做咱的借口，咱着爱搁较来虔调主，来亲近主。伫咧即个大降节的节期中间。即个悔改的信息，其实敢像甲即个大降节格格不入。毋过，这是一个事实，伫咱兄弟姊妹的耳孔内面听起来，可能嘛真插耳。总是即件代志是真重要的，因为斧头已经放伫树根顶面。毋过，咱嘛有一个巨大的恩典。就好亲像今仔日咱所点的即支蜡烛，第3支的蜡烛是喜乐。咱要安怎会当喜乐？当咱逐工咧亲近主的时，主会互咱一个力量伫咱的心内面。咱毋是干那看到即马的即个痛苦，咱会当为着未来即个永远即个上帝的国来欢喜。这才是真正的喜乐。会当伫咱的心内，这嘛是一个巨大的恩典，因为上帝无放杀咱每一个人，伊永远甲咱伫地。当伊讲我呼召恁来过恁一生的生活的时阵，伊毋是讲我呼召我伫遮纳凉，无，伊甲咱同在，咱会当倚靠上帝。
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求你怜悯阮。伫大港这个时，我要你来悔罪，来反悔。阮总是用家己的方式，伫即个世间来过生活，甚至为着安尼来行歹。阮常常袂记得你对阮逐人的好调。求你赦免阮，用你伫十字架顶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主啊，阮时常软弱，总是阮也愿意学习来倚靠你生活。你互阮逐工会当听着你，亲近你。你伫阮逐工的灵修的内面。来对阮讲话，互阮的性命得到真正的改变。当阮感觉真困难的时阵，嘛求主恁帮助阮，会当讲：主啊，我的信无够，求你帮助。即款的祈祷，互阮伫你的内面重新得到开力，改变阮的歹，搁得到真实的平安。互阮毋但用一个惊吓、谨慎的心来听候你的再临，乃是要用一个欢喜、期待的心迎接你的再临。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过来念圣诗46首。圣诗46首。圣主要再临，无言迟。圣主要再临，无言迟。伊骹步袂错误，伊头前公平正义，做先锋避犯路。真理要对伊对地面发声，逐位拍黄开花，公义也要搁对天顶监察人类社会。今日今日来念全首46首。最先锋。
请坐，一起来奉献。请坐。这是我的报告。报告就请咱来读咱即礼拜的金句，就部第二篇，咱来读2遍吼。现在咱来读下来，请。我用讲，我用水甲恁行洗礼，独独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要来，就那偷伊的下大，我也袂堪得。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路加福音3章16节，约翰因证人讲：我用水甲恁行洗礼。独独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要来，就那他伊的大，我也袂堪得。伊要用圣神火甲恁洗礼。路加福音3章16节，就那偷伊的大啦，吼，解开套。来，我来报告来这位圣工分担。后礼拜是圣诞节的赞美礼拜吼，所以领就是敬拜团，书列是张文馨执事，司琴是文婷姊妹，献诗是圣乐队的赞美礼拜，虽然是李二伯甲蔡明祥2位执事，招待是李二伯甲赵颂云张建团弟兄吼。音控是都周立健甲周鸿邦弟兄，
来州的拜三查经祈祷会是喜乐的见证，腓立比书第4章第40到第7节吼。主题是传道，词汇是皮条梁结束。后礼拜第二礼拜2场拢联合吼，所以要看米迦书，题目是和平之主吼，主题是咱科目书。好，咱过来看第6页吼，教会消息报告。头一项，今仔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吼，咱点第3支的蜡烛，一支是用粉红色啦吼，喜乐吼。第2点是咱圣诞节活动是为后礼拜主日礼拜的赞美礼拜开始吼，接续就是有过来24个拜5暗是有报佳音，小等咱会搁说明一下吼。拜6暗是有庆祝暗会，为7点开始吼，12月25。12月26礼拜日下晡2点半到4点，伫新隆照顾中心有圣诞节活动吼。报佳音第3点，报佳音的迄个是分2部分，然后第一个是咱是线上报佳音是会友来报名，你要参加报佳音，吼，也是讲恁第2点讲恁兜要互人甲恁报佳音，吼，2种啦，吼，拢报名，所以即个详细可能到后礼拜报名了后，再来咱请资讯组是咱礼拜做来说明，吼，俾迄个程序员来处理啦，吼，线上报佳音，吼，今日较特别啦，吼，咱嘛共款个迄，所以也是即摆要说明。礼拜做，也是要啥无需要说明一下吼，互大家欢迎较侪人报名，因为即毋免出去，干用线上吼，可能较方便。好，咱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用线顶来报佳音。所以第一个部分邀请兄弟姊妹，你若愿意，伫线顶互教会恁家庭来报佳音。第一个，请较领到楼骹的时阵来填迄个报名表。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迄天暗暝，咱有开放直播吼，就像咱即摆礼拜共款有直播。总是你直播你无法度甲人互动，你干会当看尔。所以愿意报佳音的家庭，阮会排迄个顺序，差不多几点几分的时阵会用赖甲你连线，吼，来变做咱伫教会现场，咱有兄弟姊妹。来为恁厝的报佳音，牧师伫即边会为恁家庭祝祷，所以这中间咱有一寡互动吼，所以这是第2个部分。所以咱规个整个线顶报佳音是分做第一个爱恁报名，报名了会排顺序，会通知你，讲你几点几分准备爱甲咱教会用赖来连线。第2个就是迄天暗时，阮会伫线顶甲你连线。不过，咱所有教会兄弟姊妹，恁拢会当透过 YouTube 直播来看报佳音的规个定数，这是一个简单的报告部分。谢谢。多谢哈。来第4项就是财务组的通知吼。12月26礼拜日上午11点吼，伫会议室要召开财务组的同工训练的课程吼，请各团体新任。特别新任的财务同工一定要出席吼，也欢迎咱兄弟对会计出纳有兴趣的吼嘛，做伙来报名参加。第2项就是共款伫12月26礼拜日进前完成各项的奉献，就是讲今年度你有要奉献的，请你伫12月26迄个礼拜日最后一个礼拜日你要对教会、对各团体，也是要对外来奉献，请你伫迄天来完成。第3就是请各团体出纳同工，一定爱伫12月底、12月30拜四进前，将你手头有诶现金，一定爱存入去银行诶存款簿，安尼甲你诶数会合，安尼佫刷落来正月初9诶礼拜日呢，要减少吼，安尼才会对吼，咱诶数落爱安才会清楚。第5项，家庭成员诶翕相吼，拍照，后礼拜咱诶。赞美礼拜刷，咱有要家庭的这个合照啦吼，请兄弟咱准备即摆去讲，大家穿较水咧啦吼。过来就是130年、130周年特刊会友家庭介绍吼，这个征稿爱佫继续吼，所以
啊，你若是还未交相片，也是要写你的见证、你的稿吼，请你来写吼，交伫这信箱内底有。搁来是明年度的月龄吼，一个家庭1份啦吼，礼拜煞再去还未退吼，再去楼骹去登记。啊，咱毋免共代领吼，咱家己领家己的就好啊吼，爱签名。第7，圣港的事务表后一季的吼，请咱伫12月15进前，咱会记得吼，爱交互咱的干事。第8个圣经公会请按报告咱普世圣经纪念组织咱的黄传道去中华教会吼，代表请安吼，请为着黄传道出入平安大道。搁就是儿童主席号，定伫12月26中午有要换新教材的演习会，请主席老师吼来参加吼。第10点就是退休传教士的奉献主旨是后礼拜请咱备办心来为退休的传教者来奉献关心。11点就是林继成长老伊的蒙主文调吼，伫12月初5蒙主文调，啊，咱伊要定伫后礼拜19下晡时1点，咱本会要举行个别礼拜吼，请为族大岛，啊，因囝孙拢伫海外较济吼，所以转来台湾平安吼。以上报告，今日有新来朋友吼。喂，大家平安。今仔日有一位新来的朋友，伊是对屏东来的，他叫真心，麻烦可以起立一下。好，欢迎他。伊是对屏东，伊原本就是基督徒啦，伊伫北业教会聚会，对，他是政大的学生，对，请坐。对，我们再下欢迎你再来，对。好，咱吟圣诗400首，愿主人来甲你同在。吟时请牧师祝祷。圣诗400首。愿主人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我主所的心里安宁，我的安永福的平安，亲像灯到我嘴。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盼望，信心的安慰甲扶持，甲恁众人之地对一碟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
家平安乐。大家互相请安。